今天咱们来聊个你可能从没听过的，但又超级壮观的体育传统——马球。大家应该都认识吧？就是那个所谓的王者运动，听着就很高大上。但你想过吗？这项运动到底从哪儿来的？答案啊，指向了中亚大草原。没错，就是维吾尔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马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马术有多厉害？这么说吧，在唐朝学他们骑马可是一种时尚。这种和马的紧密关系，自然就催生出了一种充满勇士精神的体育文化。打仗的时候，他们的骑射手简直无敌，一边飞奔还能一边回头射箭。和平年代呢，战场上的激烈就变成了各种比赛，这可不只是玩玩哦。咱们先来看一个光听名字就够猛的运动——雕羊。几十个骑手混战在一起，目标就一个，抢到那只羊，谁也别想拿走。当然，除了激烈对抗，也有比拼纯粹速度和优美的比赛。赢了比赛的奖励可不一般，除了荣誉奖品，有时候还能娶到新娘呢。聊到这儿，就得说回马球了。维吾尔语里它叫 Tragan。你看，这是考古发现的陶俑，一个1400多年前的抽梗球员。这样，树干传遍了世界，最后在印度被英国人变成了现代马婆。所以你看，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诞生了，但他在老家后来怎么样了呢？这位是 Faraday，90年代的时候，他可是个天才骑手，惊艳了全世界。他的天赋让外国教练都看呆了，还邀请他去法国训练，这机会多难得啊！可惜因为经济原因，他没去成。就因为缺钱，他的路断了。你猜从他之后还有几个维吾尔骑手走向了国际赛场？答案是0。曾经那么辉煌的马术文化，就这么慢慢的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不过，这种精神还在。你看这个高空秋千，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骑射手的影子？所以，当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呢？一说起马背上的民族，你可能会想到很多画面，但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这些可不只是简单的游戏，他们是驰骋在草原上的一种文化，一种灵魂。咱们就一起去探寻维吾尔族那些特别宏伟，但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马术运动。好，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哇，是不是一下就被这股力量感给抓住了？感觉就像自己也置身在那个高速飞驰的赛马世界里，你几乎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尘土，听到那阵阵的马蹄声。要知道，这可就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呢。所以你看，要真正搞懂这些运动，咱们得先聊聊马。就是得先明白维吾尔这个民族和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可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太好了，马不仅仅是打仗赶路的好伙伴，它更像是这个民族的翅膀。你想想，这话多形象啊！可以说，马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承载着他们的速度，也承载着他们的梦想。而且啊，这种人和马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神话里。传说中，他们的祖先，这位叫阿夫拉西亚伯的英雄，就是一位勇猛如豹的骑手。所以你看，这种战士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和马是分不开的。他的后代们自然而然就把这种精神在马背上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好，那问题就来了，当仗打完了，也不用天天去打猎了。和平年代里，这一身在战场上练出来的精湛马术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丢了吧？这就说到了点子上。这些马术运动就是这么来的。当大家不再需要为了生存去拼杀的时候，那种刻在骨子里的骑射本领，还有那种好胜心，就需要一个新的舞台去展示。所以，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就应运而生了。这就像搭了一座桥，把过去的战场和现在的赛场给连了起来。来，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好好看一看到底有哪些精彩的传统运动定义了这种独特的马背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哇，场面相当激烈啊！这个运动叫雕羊。你看，骑手们的目的就是去争抢那具经过处理的羊的躯体，谁抢到手还要能护住，
这可不容易。这不仅仅是比谁骑马骑得好，它考验的是你的力量、你的胆量，甚至还有你的战术。这可是突厥民族一项非常古老又特别的运动。还有这个骑马射箭，说真的，这绝对算得上是所有马背技能里的天花板了。你想啊，马在全速飞奔，你得在马背上稳住身体，还要拉弓、瞄准，把箭射出去，而且还得射得准，这难度简直了。所以在古代，这可不光是一项运动，它就是一个战士最核心的战斗力啊。说到他们的剑术有多厉害，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碰上这些突厥弓箭手的时候，直接就被他们的一项绝技给惊呆了。什么绝技呢？就是回身射。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边策马飞奔，一边还能转过身，一箭射中身后的目标。我的天，这简直就是电影里的情节，太不可思议了。哦，对，说到赛马，你可别以为就是比谁跑得快那么简单，其实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一种呢，确实是比拼纯粹的速度和耐力，就是长跑，但还有一种叫走马，这个就有意思了。它比的不是快，而是马走起来的姿态是不是优雅，节奏感好不好。这个走马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马场马术有点像，评委看的不是谁第一个冲过终点，而是这匹马的步子走得稳不稳，好不好看，还有骑手和马之间配不配合，够不够和谐。骑手们还会把自己的马打扮得漂亮漂亮的，挂上彩色的铃铛，马一走起来叮当作响，非常有节奏感。这哪是比赛啊，简直就是一场视听享受。好，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运动啊，可以说是所有这些项目里最出名的一个了。它的故事特别传奇，跨越了大陆，穿越了几个世纪。但有意思的是，它的创造者自己反而慢慢把它给忘了。它叫什么呢？叫击狙。你可能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我说它的另一个名字，你肯定知道，马球。没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贵族运动马球。它的老祖宗就是源自中亚的击狙。要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那可能还真就是它了。大家来看这两张图的对比，是不是特别有冲击力？一边是描绘它起源的古老绘画，另一边是咱们现在的国际赛场。就这么摆在一起，你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这项运动是怎么样穿越了时间，跨越了文化，走过了多么不平凡的一段旅程。咱们顺着这个时间线来看它的传播路径就更清楚了。你看，它最早诞生在中亚的突厥民族里，然后传到波斯，成了王室贵族的最爱。接着呢，通过阿拉伯世界又传到了西藏、中国、印度，最后到了1859年，在印度的英国军官们把它带回了西方，还成立了第一个正式的麻球俱乐部。就这样，一个源自草原的游戏，一步步变成了风靡全球的贵族运动。当然了，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传统的马术运动不像马球这么幸运，他们慢慢地就没那么兴盛了。那问题就来了，运动可以消失，但那种骑手的精神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消散了呢？这个问题其实引出了我们故事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转折。你想想，如果有一天现实环境变了，人们没法再像以前那样在马背上自由驰骋了，那怎么办？那种勇气，那种追求平衡和技巧的精神，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呢？你可能绝对想不到，答案居然是在一种秋千上，就是这个叫沙尔河带的传统高空秋千。我知道你第一眼看过去肯定觉得这跟骑马八竿子打不着啊，但你别说，它还真就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把马背文化的精髓给继承下来了。这里面的秘密啊，就在它的动作里。你看它那个高速的旋转，其实就是在模拟骏马飞奔的感觉。而且表演的人在空中还会摆出各种姿势，特别是那个拉弓射箭的动作，这不就是对他们骑马射箭的祖先最好的致敬吗？所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传承。虽然脚下没有马了，但他们把马背上的那种勇气和技巧带到了天上。说到传承，咱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现代，通过一个人的真实故事，我们或许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古老的传统在今天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你看，
天赋和传统其实并没有消失。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位叫帕利旦的维吾尔族女骑手，她简直就是个天才。在那个我们前面说过的马之舞，也就是走马这个项目上，拿下了全国冠军，还破了纪录。它就像是古老骑手精神在现代的一个回响。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真的让人特别惋惜。当时有一位法国教练看到了他的表演，简直惊呆了，说他这么有天赋，居然连个教练都没有，就想邀请他去法国接受训练。你想想，这可是个走向世界的机会啊！但结果呢，他去不了，原因非常现实，没钱，缺少资金支持。所以说，帕利旦的故事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遗憾，它其实也是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在咱们这个现代社会里艰难处境的一个缩影。所以在我们今天这趟旅程的最后，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当一个民族的传统有习，这些运动慢慢的消失了，那我们失去的真的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吗？或者说，我们失去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段历史，甚至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当我们谈论极限运动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率是那种极其精密，然后由各种赞助商 logo 和高科技装备堆砌起来的画面吧？对，比如那种穿着特殊气动材料的翼装飞行员从悬崖上直接跃下。没错，或者是全副武装的赛车手在发卡弯狂飙，什么降落伞呐、6点式安全带，还有那个碳纤维头盔。其实现在极限运动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些凡人试图在绝对安全的边界去体验一把失控的错觉。确实如此，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种极限刺激，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可控的危险。你知道吧？哪怕看起来再疯狂，它的背后都有一套极其严密的物理计算，还有医疗预案在托底。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剥离掉所有这些高科技的安全网呢？如果你今天跟着我们这次探索，走进中亚游牧民族古老的狮穴里，你面对的将会是一个极其狂野，而且没有任何物理防护的真实生存地带。哇，那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了。绝对的。今天咱们手头有一份干货满满的研究文献，叫《维吾尔族马上传统体育文化历史、现状及危险体育萨尔改底》。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份厚重的资料里，为你提取出最震撼的知识点。我们要看看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究竟是怎么样把最残酷的生存技能演变成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极限运动的。这其实是一条非常清晰但也非常残酷的演化链，从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掌握的生存本能，到最后演变成疯狂的体育仪式。对，而且我得向你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不仅会聊到在冰面上带着铃铛跳舞的战马，还有等等没有安全带的古代版高空飞椅。那个高空飞椅确实非常离谱，我们一会儿一定要好好聊聊。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得先回到这一切的起点，也就是那片广袤的中亚大地，回到马背上。没错，如果不理解马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后来搞出的那些疯狂举动。在古维吾尔人的世界里，马绝对不只是我们今天概念里的交通工具，远远不止。文件里提到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说马不仅是人的翅膀，更是国家的翅膀。哇，国家的翅膀，这个评价太高了。对，你看喀麦角里一位传奇英雄叫阿弗拉西卜，也就是历史上的阿尔普帕尔通加，他被形容为像豹子一样勇猛。而在当时，一个领袖的个人武力值几乎是和他统御战马的能力划等号的。这里引人入胜的是，为什么马对他们如此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中亚那个气候极其恶劣、地理跨度又极大的残酷环境里，人如果离开了马，你的活动半径和生存概率几乎就是0。马不仅是跨越天山、狩猎和作战的物理基础，它更是整个族群建立心理防御的基石。其实就连唐代诗人，比如元稹啊、白居易啊，都在诗里惊叹过他们的骑术。是的，那种精湛的骑术背后，其实是人与马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共生关系。马匹贸易甚至构成了他们当时极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种共生关系。想象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一辆车，
这辆车不仅是你每天通勤的工具，它还是你在荒野里遇到狼群时唯一的救命恩人，甚至你整个家族的地位都取决于这辆车的马力。这个类比很生动。如果你和这台机器有这么深的灵魂绑定，你绝对不可能只满足于每天按部就班地把它开到公司，你绝对会把它玩出花样来，对吧？没错，你一定会去探索它的极限。但这就有个问题，和平时期你不可能每天都在战场上厮杀，可是战马如果在安逸的马厩里养尊处优，肌肉是会萎缩的，反应也会迟钝。对，同样，骑手如果长时间不经历生死时速，也会失去那种敏锐的肌肉记忆。所以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没有敌人的时候，依然能让人和马处于一种高压状态。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赛马。但别误会，这绝对不是我们在现代马术俱乐部里看的那种绕着平整的椭圆形沙地跑几圈的贵族游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文献里提到的这个叫 Atbigisi 的赛马，是一种极其恐怖的超长距离耐力赛，多达300匹马。你想想那个画面，300匹马在任何赛道规划的旷野上同时狂奔，获胜的人据说能得到非常丰厚的奖品，甚至能迎娶当地的美女儿。对，这种数百匹马参与的长距离越野，考验的根本就不是爆发力，而是骑手对马匹心肺功能的极度精准的把控。你得知道在什么地形让它呼吸，什么时候冲刺，这本质上就是长途奔袭战术的军事演练。但是如果仅仅是比谁跑得远，那还不足以被称为极限运动的巅峰。真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文献里提到的另一种叫走马的比赛。Eat your gulitish， 走马。对，听众朋友们，这帮人居然在冬天的冰面上赛马，不仅在冰面上跑，还要跑出一种极其讲究美感的固定节拍。他们给马披上彩色的垫子，脖子上挂满沉甸甸的黄铜铃铛，然后踩着铃铛的节奏前进。对呀，你能想象吗？几百斤重的猛兽在光滑的冰面上，像跳中世纪的华尔兹一样平滑的滑行，这种反差感太不可思议了。其实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这就非常违背常理了。你知道，马是食草动物，天生作为被捕食者，它们对脚底打滑有着刻在基因里的极度恐惧。因为一旦在冰面上摔倒，可能就意味着被食肉动物吃掉。没错，摔倒往往意味着死亡。所以要在冰面上让马克服这种基因里的恐慌，不仅不乱阵脚，还要配合铃铛的声音走出稳定的节奏。这需要骑手对马匹的神经系统有着极其恐怖的微操控制力。我的天哪，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训练一条大白鲨去完成花样游泳一样离谱。哈哈，对。所以游牧民族不仅追求粗暴的速度，他们还追求极高的美学和对动物的精细控制。其实文献里还专门提到了一位现代的维吾尔族女骑手，叫帕丽达。那是90年代的事情了吧？对，她在90年代多次打破全国纪录。但让人非常惋惜的是，当她站到国际赛场边界的时候，因为缺乏现代化的教练团队和科学的训练体系，她没能走得更远。连个教练都没有，全靠原生态的天赋和传承。是的，这其实也折射出了现代体育工业标准化成人中那些古老传统体育面临的传承困境。当一切都被秒表和3SAR重新定义的时候，那种人和马在冰天雪地里建立的神秘默契，往往很难被量化。确实很无奈。不过咱们说回来，虽然冰面上的优雅在和平时期能赢得喝彩，但真实的战场，那可是需要极其激烈的肉搏的。光踩出漂亮的节拍可赢不了战争。没错，一旦号角吹响，你需要的就是绝对的混乱和暴力。这就引出了他们训练清单里更狂野的项目——雕羊和骑射。哇，雕羊！我必须得向听众描绘一下这个疯狂的画面：40到60个彪形大汉骑着高头大马，在旷野上互相冲撞，去争夺一只重达10到12公斤的羊。而且不仅要抢到手，获胜者还要把这只羊扔进别人家的院子里，然后那家人就要负责举办下一次的比赛。这个规则已经够野了。但我看文献里提到，现在南部地区的一些规则更夸张。对，要把羊扔进3米高的悬空网兜里。等等，听众朋友们，
你想想，在狂奔的马上，在一堆互相撕咬挤撞的马群里，把一个12公斤重还会掉毛的东西精准地扔进3米高的网里，这不就是加上了马术的极限野外篮球吗？你想想你平时站在平地上投篮的命中率，再想象一下你骑在马上的样子。哈哈哈，确实离谱。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雕羊本质上就是披着游戏外衣的近距离骑兵混战演习。模拟战场上的肉搏。对，它锻炼了骑手在极度混乱和嘈杂的环境中，利用强大的腰腹核心力量维持平衡的能力。同时，战马还要在充满攻击性的马群中保持动力。那除了近战，远程杀伤力靠什么呢？就是骑射啊，骑射。Okida A 提示，我看文献里引用了11世纪的著名学者马赫姆德·喀什噶阿里的记录，连亚历山大大帝都被震撼到了。是的，当时亚历山大的军队遇到了4000名戴着猎鹰羽毛帽子的突厥骑手。这些骑手展示了一项让马其顿方阵感到深深恐惧的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马箭，对吧？他们不仅能向前射击，甚至能在奔驰中，马还在全速向前跑哦。他们整个上半身转过去，向后准确射击。你想象其中的物理机制，马在全速奔跑时，背部是有剧烈颠簸的。骑手必须用双膝死死控住马匹的行进方向，彻底放弃双手的控制权。对，双手要拿弓箭嘛。然后在极度颠簸中，还要在大脑里瞬间计算风速、马速和目标的移动轨迹，在马蹄腾空的那个极短的瞬间释放弓弦。这种在高速移动中精准打击的能力，绝对是战争艺术的顶峰。我的天！那如果咱们把这些技能拼凑起来看，赛马练了长途耐力，走马练了精细控制，雕羊练了近战核心力量，而骑射解决的是高速移动中的精准打击。没错。那么，如果把这所有高超的骑术、精准的打击，再结合上团队战术，会诞生出什么？其实它诞生了一项我们今天极为熟悉却彻底误解了它起源的运动，那就是麻球。对，麻球。每次一提到麻球，大家脑子里出来的肯定是英国贵族或者是那种高级纪律乐部里端着香槟的社交名流，但今天咱们这份文件直接拿出了硬核的考古证据。是的，证据非常确凿。197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里挖出了一个公元5到7世纪的高昌时期彩绘泥塑。那个泥塑才37厘米长，但上面清清楚楚地再现了一个骑着白马、挥杆打球的球员。不仅是泥塑，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考古学家甚至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代马球场遗址，长达150米，宽6米，两边居然还有围墙。这就说明这已经是一项有着严格场地标准的成熟运动了。而且《福勒智慧》这本书里，还有诗人鲁忒菲的作品里，都记载了这项运动。其实，马球在古代完全不是什么休闲娱乐，它是教授骑兵战术的军事教科书。怎么说？你想啊，在马球比赛里，不仅要求人和马的高度默契，你还需要阵型的变化。什么时候侧翼包抄，什么时候集体冲锋。你在马球场上练习的每一次传球和跑位，到了战场上就是一次战术穿插。哇，也就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实弹军事演习。那后来呢？这个运动是怎么变成英国贵族运动的？这就是一个反映文化交融的过程了。马球从西域发源，一路传到了波斯，又传到了印度。后来英国人到了印度，看到了这项运动，把它带回欧洲重新包装，就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传播路径太有意思了。而且我看到文件里说，直到1959年的全运会上，依然还有维吾尔族马球队的最后身影在赛场上。对，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向前滚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带点悲剧彩色的转折。随着时间推移，游牧民族开始定居在城市里，他们失去了广阔的牧场和战马。火器也取代了冷兵器，马不再是战中的必需品了。没错。当马匹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骨子里那种对极限速度的渴望，对失重感的追求，该怎么释放呢？这就是今天这份文件里最让我头皮发麻，也最具有心理冲击力的部分了。
当大地上没有了马，他们硬生生地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他们发明了发尔给蒂，也叫 Charkplek 高空轮丘，这可是文献里最危险的一项运动了。它是怎么来的？我看起源还挺神话的。是的，源自传说中贾姆希德乘坐战车飞上天空的故事，但现实中的玩法可比神话硬核多了。太硬核了！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在喀什地区最危险的一种玩法是这样的：他们在地上竖起一根8到10米高的粗大木柱，柱子顶端装一个类似马车轮的转盘，然后从上面垂下来几根粗糙的麻绳。这听起来有点像咱们现在游乐园里的高空飞椅，也就是德国人弗兰斯蒂里尔在1908年发明的那种游乐设施。等等，那是现代游乐园，有重重安全带保护的。但这个夏尔改地没有任何现代安全防护，参与的人仅仅是把自己的一条腿死死地套在麻绳底端的绳圈里。对，就靠一条腿。然后下面的人开始发力，让顶端的轮子高速旋转，转得越来越快。上面的人在半空中被极其强大的离心力直接甩飞出去，在完全失重的状态下，而且是单腿倒挂在10几米的高空啊！确实，这对人类的原始勇气和身体控制力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最绝的是，他们在被甩飞的状态下，还要做出模拟骑马射箭的动作。我看到这的时候，真的惊呼出声了。听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去游乐园坐飞椅，哪怕有3重安全带把你绑在椅子上，你可能都会吓得尖叫。哈哈，是的。而他们是单腿挂在绳子上，在半空中高速旋转，还要假装拉开一张看不见的弓。这完全是古人发明来抗议安逸的野生极限游乐园啊！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这么危险的活动？对啊，图什么呢？没奖金，没敌人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民间游戏。你想想，在城市定居之后，他们失去了战马，失去了那种在旷野上飞驰的生存环境。这项运动其实是维吾尔人用来唤醒血液中游牧记忆和不屈精神的一种文化仪式。用剧烈的离心力来模拟骑马冲锋的感觉。对，当他们在高空中被甩飞，耳边听着风声，身体处于失控的边缘时，他们找回了祖先在马背上的那种生理感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死里逃生与重生。哇，死里逃生与重生，这句总结真的太有力量了。我们今天这趟从马背走向天空的旅程，真的完全颠覆了我对体育的认知。这些文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体育运动，它绝不仅仅是出汗、锻炼身体那么简单呢。没错啊，它是一个民族的 DNA。对，是他们在面对极其残酷的环境和历史变迁时，记录勇气、智慧和生存方式的活着的历史。听众朋友们，下次当你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或者莫就全副武装去玩极限运动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想想你所热爱的这项运动，它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某种古老的生存本能？绝对有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这本文献，抛出一个可能有些大胆的开放性问题，给你留个回味的空间。什么问题？你看啊，如果几百年前的古人为了保留失去战马的记忆，抗拒安逸，发明了在空中单腿旋转的极其危险的飞椅，那么1000年之后，当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我们今天的 VR 头盔，破解了我们坐在安全的沙发上模拟跳伞、模拟高山滑雪的视频数据时，哇，这个视角很有意思。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看似安全的舒适圈里，试图用高科技找回的，或者极力抗拒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存记忆呢？也许我们在虚拟世界里寻找的极限，正是现实里已经彻底失去的本能。极其发人深省。带着这个跳出屏幕的思考，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这次深度探索。不管我是谁了，咱们下次再见。再见。这份材料详细梳理了维吾尔族传统马背体育的发展史，从赛马、雕羊、马球，一直讲到高空旋转的沙尔哈埃底秋千游戏。内容确实非常丰富，也很有趣。是的，所以为了让这份材料更具震撼力，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关键点。
传统马背运动与高空沙尔哈埃迪秋千游戏之间的主题过渡需要更坚实的理论框架支撑，以确保整体内容的连贯性。确实需要。坦白讲，当我第一次读到结尾那个20米高空的秋千时，我当时真的愣了一下。对，这就暴露了目前结构上的核心弱点。文本从地面上的赛马、雕羊和马球突然跳跃到一个类似现代飞行秋千的巨型旋转器械上，缺乏足够的情境铺垫，这会让读者感到非常突兀，并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马背文化这核心焦点的凝聚力。我当时的第一直觉其实是想建议作者直接把它彻底删掉。删掉？对啊，毕竟前3个部分就是赛马、雕羊和马球，它们在物理载体上还有历史文献上都是高度统一的嘛。都在马背上。没错，全都是贴着地面的那种狂飙。把一个本质上是木质机械的秋千硬留下来，会不会显得作者只是舍不得自己辛苦查阅的民族资料？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个木质机械，那确实应该删掉。也是为什么目前的行文会让读者产生那种明显的断裂感，因为文本现在只是在平铺直叙地罗列它的物理结构还有具体的玩法，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游乐园设施在写。完全正确。但是针对这个弱点，我的改进建议是将文章的核心利益进行升华，从单纯的马背体育项目罗列扩展为游牧民族空间掌控力与极限挑战精神的演变。哦，这个视角有点意思，具体怎么说？就是要把秋千游戏重新构建为马背精神在非马背环境下的延续，以及一种替代性释放。非马背环境下的延续，你的意思是把它放到更宏大的历史变迁里去看？没错，想象一下那些从马背上走下来开始农耕定居的先民，马不再是他们每天生死与共的战友，不再是生活必需品了。对，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会随着定居而突然消失吗？绝对不会，基因里的东西是很难被抹除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改方案。在引出沙尔海迪之前，你可以增加一段明确的过渡论述，向读者指出，随着部分先民从游牧转向定居农业，他们对极限刺激的渴望反而催生了这种高空运动。既然地面上没有了随时可以狂奔的马，他们就必须在半空中创造一匹，可以说是机械马。精确。你想想那个画面，20米的高度，巨大的离心力，而且任何现代的安全换护防护。当参与者在高速旋转的木架上被甩向半空时，他们所体验到的那种肾上腺素飙升和在马背上疾驰是完全一致的。哇，被你这么一说，那个画面感瞬间就出来了。这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替代性放松。对的，而且作为具体的修改例子，你还可以将文中提到的在空中模拟马背射箭姿态的这个细节提前作为核心锚点。模拟马背射箭，我记得这个细节在目前的文本里其实被淹没在对秋千构造的繁琐描述中了，对吧？没错，这就是个极好的素材被浪费了，把它拎出来放在最前面，向读者证明这不仅是物理延伸，更是对祖先勇气的终极致敬。这个真的绝了！读者在前文看了几千字骑手在马背上拉弓射箭的画面，当他们读到人们在20米高空，在令人目眩的旋转中松开双手，摆出拉弓射箭的姿态时，读者就会在脑海里自动补全一匹看不见的烈马。完全正确，这就不仅是一个动作了，而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潜意识。这能制造一种极强的视觉残影。这个内在的张力一旦建立起来，文章的结构就从那种平铺直叙的罗列，变成了有纵深的文看演进。是的，那么说到纵深，这就带出了我对这份材料的第2个关键反馈。洗耳恭听。现代传统体育项目面临衰落的叙事，特别是女冠军帕里达的孤勇故事，是一个极具情感潜力的情节高潮，但目前其价值被严重埋没在了文本的中段。帕里达？这是那个90年代的女赛马冠军吗？对，就是她。目前的弱点在于，帕里达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剧，她凭一己之力夺刷金牌，却因缺乏资金和教练无以为继，导致这项运动在现代国际赛场彻底断层。这些仅仅被当作赛马章节里的一个历史注脚匆匆带过了。是的，我记得那段就几句话，看完觉得挺可惜的，但马上又接着讲古代文献了。
这种处理方式未能充分激发读者对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深刻共鸣，浪费了极好的情感张力。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张力拉满呢？改进建议是将古代的辉煌与现代的生存危机作为一条贯穿全文的暗线，提取帕里大的故事作为全局的叙事框架或者情感线索，以此来提升整份材料的现实意义。把他的故事提出来作为框架，但这毕竟是一份严肃的体育史考证材料啊。确实是，但考证材料也可以有温度。可是按时间轴从古至今写，是最符合逻辑习惯的做法吧？如果不一上来讲公元前的起源，而是直接抛出一个1990年代的现代人物，会不会让期待看到硬核史料的读者感到困惑？我完全理解这种对安全感的迷恋。按时间顺序写确实最安全，但也最容易让人感到乏味。所以具体的修改例子是，你可以尝试完全打破线性的历史叙事。完全打破，具体怎么操作？比如用帕里达在1993年赛场上的冲刺以及他随后的消失作为整篇文章的引子，抛出悬念后，再闪回至公元5世纪的马球俑和古玉进行强烈的古今对比，最后在结尾再次呼应他的遗憾。哇，用1993年的消失开场。对，你想想，你在开头抛出巨大的悬念，为什么一向有着1000年历史的民族运动，在现代会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步？然后带着这种强烈的意难平和悬念，读者再跟着作者的笔触穿越回古代去看那些史料时，心态就完全不同了。正是如此，当作者把一个充满血肉、充满现实痛感的真实人物，像激流上一样塞在几百年前的战绩中间时，读者是无法产生痛感的。就像是在逛一座布满灰尘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再精美，如果和站在展柜外的现代人没有任何联系，它就是一堆冰冷的数据。打破时间线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创造落差。我明白了，所以当你闪回至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看到唐代精美的打马球俑，或者引用那句射箭与马球是好男儿标准的古语时，读者看到的就不再仅仅是古代的辉煌，更是现代的失落。曾经这是以整套支撑全民狂欢的社会体系，而现在它萎缩成了一个孤独天才的无声落幕。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蒙太奇手法啊，把古代的繁荣当作现代悲剧的背景板。这种首尾呼应的结构，就像是用一根现代的针，把所有古代的文献珠子全给串起来了。没错，通过将单纯的历史科普升华为对文化断层和保护的深情呼吁，你不需要用干巴巴的学术词汇去说教，读者自己就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完全同意，这比在结尾空喊一句我们要保护传统文化要高明太多了。这恰恰就是结构调整带来的红利。但这马上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重要反馈，也是关于阅读体验的吗？没错，文本对历史文献考证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动态体育项目本该具有的感官冲击力，导致阅读体验略显干瘪。可是这篇材料引用了大量的突厥语大词典和古代史臣的记录，这不正是它扎实的地方吗？考证扎实是优点，但目前的弱点在于，虽然引用文献有力地证实了历史真实性，比如用古代词条证明马球的奖惩机制，但材料严重缺乏对比赛现场尘土飞扬、汗水交织、肾上腺素飙升的生动描写。确实，读起来稍微有点像是在看论文。对，这使得本该狂野激烈的极限运动读起来像是一份静态的学术报告。但我能理解作者为什么避开这些感官描写，作者显然是想建立一种不可辩驳的学术权威感。如果我们突然在里面加入大量关于汗水或者肌肉碰撞的描写，你觉得会削弱文献的厚重感？对啊，会不会让它读起来像是一篇廉价的演绎小说？这是一个在非虚构写作中极其常见的认知误区，认为严谨就必须等于枯燥。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大幅增加富有画面感和感官刺激的细节描写，重构比赛的现场氛围。重构现场氛围，让读者能够真切地看到和听到这些历史。没错，目前的写法就像是你逼着读者看一部没有声音的动作片，屏幕下方还滚动着导演的评论字幕。哈哈，这个比喻太精准，只讲规则不讲体验。给你一个具体的修改例子，
为了改善这一点，你可以加入极具张力的感官描写。比如在描写雕羊时，不要一上来就列出枯燥的比赛规则。作者现在是直接交代了怎么得分，还有羊必须是无头羊，重量必须在40公斤左右，对吧？对，但对于没有亲历过这种极限运动的现代读者来说，40公斤只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数字。你在平地上抱起一个40公斤的沙袋，可能都很费劲，更别说是在马背上了。是的，所以作为修改的例子，你必须先描绘浓烈的马汗味儿，描绘数十名骑手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用肉搏争夺这头40公斤重山羊的野性画面。想象一下，在一个以每小时40公里速度狂奔的马背上，在一群同样高速移动、疯狂挤压你的几百公斤重的马匹中间，然后探下身去，凭借单臂的力量把这40公斤的重物从地上生生拔起来，甚至还要防备其他骑手挥舞的皮鞭。哇，这个画面太有张力了。对，你必须先用文字重现这种令人窒息的混沌，皮鞭撕裂空气的脆响，骑手手臂上暴突的青筋。当你把读者的心率通过文字拉高到临界点，当他们真正感受到这项运动的危险之后，你再冷静地甩出突厥语大词典里的精准记录。这时候文献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教条了，它成了对这种震撼场景的绝佳背书。完全正确，感官描写提供了体验的基底，而文献考证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两者是互相成就的。你刚才举的这个雕羊的例子太有画面感了，那马球呢？材料里提到那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彩绘泥俑，只有30多厘米高，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吧？是的，这也是另外一个绝佳的具体修改例子。现在文本里，作者只是用它来证明马球在唐大的流行，证据很确凿，但也很静态。毕竟它只是个死去的遗物，安心安静地躺在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所以你需要用跨越时空的动态交织来唤醒读者的感官。你可以先特写这个泥俑紧握球杆的手部线条，然后就像电影镜头一样猛地拉远，把它投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历史空间里。对，将静止的唐代打马球俑直接放到塔什库尔干那个150米古马球场遗址上。150米，而且是在海拔极高的帕米尔高原上那个空气稀薄的地方。想象一下那个声音的空间设计，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安静，而是几千只马蹄同时砸在干硬高原土地上的轰鸣，是木质球杆狠狠击打马球发出的沉闷爆裂声，将这些万马奔腾之声与那个静止的泥俑形成交织，借此彻底炸开读者的感官，把微观的考证和宏观的感官冲击缝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历史文献就不再是干瘪的骨架，而是长满了肌肉，在读者面前大口喘气的生命体了。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探讨。首先，在这份材料的结构深层，通过构建游牧空间掌控力演变的理路框架，将高空秋千作为马背精神的延续，消除跨度断层。用半空射箭的姿态描点来平滑过渡。其次，打破安全但乏味的线性叙事，提取现代女冠军帕里达的故事作为全局的情感线索，在强烈的古今对比中唤醒对文化断层的现实痛感。最后，拒绝消音共作篇式的学术写作，在厚重的史料考证之上，大胆注入充满尘土、汗水和轰鸣声的感官描写，让古代赛场在读者的耳边真正复活。其实说到底，无论是升华理论框架、打破叙事时间线，还是重构感官体验，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儿：不要让历史变成纸面上的标本。没错，去挖掘它反叛地心引力、迎风而上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好的。希望这些聚焦于底层逻辑和感官重塑的反馈能帮助这份作品突破当前的瓶颈。非常期待您在调整后能再次将作品提交给我们进行探讨。今天就到这里。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到现代极限运动，或者那种游乐园设施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被精心计算过的安全感，对吧？对，因为那是一种被完全掌控的刺激。没错，就像你坐过山车，那个安全压杆咔嗒一声锁死在你肩膀上，那一刻你心里其实很清楚，虽然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天旋地转，但底层的重力感应、物理引擎，还有什么碳纤维材料，全在底层保护着你。就是说，现代人体验到的危险，很多时候真的只是一种错觉而已，它背后的逻辑依然是绝对的安全和极其精确的工程学。但是
如果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跳进一台时光机，回到1000多年前中亚那片广袤的草原上，那种所谓的安全网就彻底消失了。确实，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环境。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你站在空旷的大地上，抬头一看，发现一根高达20米的巨大木柱拔地而起，没有任何安全带，没有防护网，甚至连机械动力都没有，全靠纯人力。对，人们仅仅依靠纯人力去推底部的横木，利用产生的巨大离心力，把人直接高高抛向半空。而且最绝的是，他们悬在半空可不是为了尖叫找刺激，而是为了在失重状态下模拟骑马射箭。哇，这听起来非常疯狂，但这段历史确实极其震撼。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将带你翻开一叠关于维吾尔族传统马背体育文化的历史文献，踏上一场从广袤草原直冲云霄的狂野之旅。当我们真正深入去看这些古代的运动时，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简单的娱乐或者游戏，他们是维吾尔族先民将残酷的战争生存技能、极致的艺术美感，还有那种对抗遗忘的肢体记忆，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化密码。好的，那我们来解构一下。要理解这种把人甩上天空的疯狂，我们必须先回到地面，回到这种文化绝对的核心基石，也就是马。没错，马是这一切的基础。在古代中亚的语境里，马绝不仅仅是代步工具，我看文献里甚至把它抬高到了男人的翅膀，甚至是民族的翅膀这种高度。绝对的。而且为了在极限的生存和竞速中占据优势，他们投入了难以想象的精力去改良基因。他们甚至专门培育出了一种那个叫儿浑的超级马种。儿浑？那是什么特别的品种吗？对，它其实是野公马和家母马杂交的后代。这种对马匹基因的执着，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种动物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时，围绕它产生的文化就不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了。也就是说，有了这种爆发生命力的良马，自然而然就有了赛马，对吧？对，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赛马仅仅是比拼谁跑得快，那就太低估古人的审美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极具艺术感的形式，叫做走马。这个走马简直颠覆了我对古代竞技的认知。我在资料里看到，它不比绝对速度，而是比拼马匹步伐的平稳度、节奏感还有美感。是的，不仅是跑完就算了。对，文献里生动地描写了那个场景，说马匹会被精心打扮，挂上特制的铜铃。在比赛中，马步必须和铜铃那种清脆的响声形成完美的拍子，就像是在跳舞一样。没错，但这让我非常困惑啊！你想想，在那样一个刀光剑影、极度注重实战的游牧时代，生存才是第一法则吧？为什么他们会花那么多精力去训练一匹战马，像个芭蕾舞演员一样踩着节拍走路？因为，怎么说呢？绝对的控制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力量展现。你想想，一匹半吨重的战马，它的本能是狂奔，是无序的爆发。确实，野性很难驯服，而骑手要通过缰绳极微小的力道反馈，还有身体重心的微妙转移，去压制马的野性本能，让它步步生连。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或者说驯化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时，生存不再是每天睁开眼唯一的目的，人类自然会向美学的高地攀登。哇，所以走马不仅展示了控制力，更体现了他们向更高层次艺术审美的跨越。听起来简直就像是马背上的花样滑冰跟盛装舞步的结合体。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走马比赛证明了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不仅懂得如何在马背上杀戮，更懂得如何在马背上创造艺术。不过，把视角拉回现代来看的话，这种纯粹依赖天赋和传承的艺术，处境真的挺让人惋惜的。是的，特别是在现代体育工业面前。我看到资料里提到，在1993年和95年，有一位叫帕里达的维吾尔族女孩，在全国性的走马比赛中连夺金牌，还打破了纪录，大家都叫她走马仙子。这位选手非常传奇。对，当时一位在场的法国教练震惊地发现，这个女孩竟然因一个专业的教练都没有，完全就是凭借骨子里的天赋
和那种世代相传的直觉。那位法国教练当时立刻就邀请他去法国，想让他接受系统的国际化训练。但结果呢？结果很遗憾啊，因为缺乏资金赞助，帕利达最终没能成型。当传统的马背文化撞上需要庞大资本支撑的现代马术工业时，那种纯粹的原始天赋往往会面临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结果就是维吾尔族选手逐渐在国际马术赛场上淡出了。真的让人唏嘘。不过，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对马匹的控制力，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觉得他们的马背运动都是像走马这样温文雅雅，那就大错特错了。哈哈，画风要突变了。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来看看那些直接为了战争准备的极限运动，比如雕羊等等。我当时读到雕羊的具体规则时，真的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怎么说？你想象一下这个硬核画面，几十个壮汉骑在全速飞奔的马上，在漫天黄沙中互相冲撞，而他们争夺的竟然是一只重达40到60公斤的无头山羊。没错，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这需要多么恐怖的核心力量和臂力啊！而且还有极佳的马感才能保持平衡。但更有意思的是，资料里说比赛有严格的底线规则。对，规矩其实非常森严。比如不准抽打他人的马，不准惊吓马匹，更不准故意把人撞倒。停下，这就让我更不理解了。一群人在狂奔的马上抢夺一个60公斤的山羊，你告诉我他们还在彬彬有礼地遵守规则？听起来很矛盾，对吧？对呀，在那种肾上腺素狂飙的混乱当中，这规则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恰恰是雕羊的真正目的。它不是一场野蛮的群殴，而是一场高压下的军事纪律测试。军事纪律测试？对。在古代真实的战场上，骑兵连队需要在极度混乱的肉搏中保持阵型，夺取物资。在这个过程中，你绝对不能惊扰友军的战矛，否则就会引发连环踩踏，导致全军覆没。哇，原来是这样！所以雕羊完美模拟了这种高压环境。如果你在抢羊的时候失去了理智，破坏了规则，在真实战场上，你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不稳定因素。这本质上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新兵实战训练营。这么一解释就完全通了。它其实是在测试你在极度狂热中保持宁静和控制底线的能力。说到实战模拟，还有一种更致命的神技——骑射。骑射绝对是重头戏。我们都知道骑马射箭很难，但历史记载中亚历山大大帝的遭遇才叫真正的不可思议。当他的大军逼近时，突厥可汗派出了4000名头戴猎鹰羽毛帽子的青年勇士，那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亚历山大可是身经百战的征服者啊，但他看到这支队伍时，依然被深深震撼了。因为这些骑手不仅能在颠簸的马背上向前射箭，最恐怖的是，他们能在骏马全速飞驰的时候，突然回身向后射出致命一箭，而且据说百发百中。是的，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安息回马箭战术，也就是所谓的背射。这在物理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这动作几乎是反人类的。骑手必须完全放开缰绳，也就是双手离开方向盘。天哪，那怎么控制马？只能紧靠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去感知马蹄的奔跑节奏。然后在马蹄全部腾通，也就是最平稳的那0.几秒的瞬间，猛地扭转脊椎，完成瞄准和射击。这对核心力量和平衡感的要求也太变态了吧？绝对的。亚历山大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骑兵，而是一支机动性极强，随时能通过假装撤退来撕裂重装步兵防线的特种部队。所以当这种个人的勇武，比如单兵的骑射，还有雕羊里的那种局部配合达到了巅峰，他们自然而然就需要将这些转化成更大规模的战略协作，对吧？没错，个人的能力需要整合到团队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发明出后来风靡全球的运动麻球。说实话，
在做这次深度解析之前，提起马球，我脑海里浮现的总是英国贵族修剪平整的草坪，还有喝着香槟的下午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偏差。长久以来，西方世界普遍认为马球是他们文明的产物，但其实，在维吾尔语中，它被称为丘格尔或者 dignak， 而 polo 这个词其实是源于藏语，意思就是球。哇，这就很有意思了。而且考古学提供的铁证简直是不容置疑的，彻底重写了这项运动的家谱。是的，考古发现非常震撼。在1970年，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那可是公元5到7世纪的遗址啊，出土了一件彩绘泥塑。那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子，骑在一匹白马，手里紧紧握着一根马球杆，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球。那个姿态跟今天的马球运动员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绝对一模一样。不仅如此，在塔什库尔干，人们甚至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代马球场遗址，长150米，宽60米。更夸张的是，两侧居然还有专门为观众设计的6米高的看台，也就是 VIP 观众席。对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早在公元几个世纪就已经建立起了带有 VIP 观众席的超级体育场，来进行一场后来被欧洲人视为标志性发明的运动。就是这样，也就说明马球是极少数从纯粹的野外体能比拼，上升到具有严格比赛规则、系统化阵型和宏大军事战术演练的高度文明化的体育遗产。难怪古代那些颠联文献里，连评判将领的标准都和马球有关。没错，比如《福勒智慧》里就把是否会打马球作为评判一个青年将领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因为它考察的是你的大局观、视野还有团队指挥能力。这证明了这片土地不仅是交通的枢纽，更是世界体育文化的创新中心。这种文化传播的路径真的很奇妙。这种最初由中亚游牧勇士用来演练战争，甚至古人早期还是用碎布和羊毛塞进羊皮里缝制成马球来打的这种硬核运动，后来竟然随着文化交流传入了印度。是的，在巴布尔时期传入了印度，然后一直到1859年，才被当时在印度的英国茶园主人们学去，并成立了俱乐部。想想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们实际上是在玩一种1000多年前中亚军阀用来训练重装骑兵的战术游戏。历史的奇妙之处往往就在于此。不过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随着历史的推进，环境是会改变的。战争形态的演变、战乱、长途迁徙，或者逐渐的城市化，导致许多曾经在马背上飞驰的民族，慢慢失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骏马。这正是我最想探讨的部分。当一个几千年来都在马背上飞翔的民族，突然在物理意义上失去了马，他们骨子里那种对速度、对平衡和飞翔的渴望，到底去哪儿了？他们并没有就此妥协。没错，答案是一种令人胆寒的高空极限运动 Sargadi， 或者叫高空转轮。这就是我们一开头提到的那个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20米高空设施。毫无疑问，这是一台古代的硬核人力离心机。我再来给各位详细描述一下它的运作方式，你听听有多夸张。一根高达20米的粗大木柱被竖立在广场上，顶端安装一个水平的车轮，垂下几根结实的绳索。非常原始但有效的结构。底部的壮汉们就像推磨一样疯狂地推动横木旋转，利用巨大的离心力，抓着绳索的选手会被直接抛向几十米的高空。甚至还有一种玩法是用8到10米的木柱，上面挂着铁环，选手只用单腿套在绳结里，双手抓绳，在半空中飞。这个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要求极其苛刻。等一下，在一根20米的木杆上靠人力甩出去，只用一条腿挂在绳子上，还在半空中悬着，这简直就是个古代版的飞行模拟器吧？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但在几十米的高空，伴随着极高速度的旋转，强烈的离心力会导致大脑缺氧，空中的选手瞬间脸色惨白。
这就是这项运动名字的由来，对吧？没错，萨嘎迪在维吾尔语里的字面意思就是变黄或者发白。围观的众众不仅不害怕，反而会狂热地喊出萨嘎迪塞嘎迪，也就是脸色变白了。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对极致勇气的最高赞美。而且更硬核的是，选手在半空中旋转的时候，不仅不能害怕，居然还要在空中摆出姿势，模拟向前和向后瞄准射箭。这就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安息回马箭。对呀，也就是说，在没有马的日子里，在一根20米的木杆上被甩飞，他们还要假装拉弓射箭。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刺激的游戏，这就是最触动人心的地方。这是文化基因在极端环境下的顽强存活。文化基因的存活？对，当现实中失去了骏马，当他们无法在广袤的草原上纵马驰骋时，他们在天空中找到了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旋转，去瞄准，是为了延续游牧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勇气和动态平衡感。哇，真的太震撼了。相比之下，我看资料说，现代游乐园里那种类似机制的摇头飞椅，最早要到1908年才在美国加州出现。而且现代飞椅有钢铁支架、电机驱动和各种安全带，而1000年前的萨嘎迪完全就是依赖底部同伴的人力默契和天上选手那过人的胆识啊！是的，了解这些历史的真正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看到人类在不同境遇下的惊人适应力。无论是为了追求纯粹的节奏与美感而让战马跳舞的走马，还是为了延续战术技艺而创造出了极其危险的高空转轮。这一切的背后都体现了他们对生活强烈的热爱，以及对人类自身生理和心理极限的不断挑战。确实，今天的旅程真的让人久久无法平静。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从为了培育出完美走马而不断改良基因的宽广赛道出发，弄懂了在狂乱的雕羊比赛中隐藏的军事纪律。对。接着我们见证了让亚历山大帝都感到震撼的马上回旋射击，又看到了马球从带有观众席的古代中亚体育场奇妙地漂流到了现代西方贵族的草坪上，是一段非常波澜壮阔的历史。最后，我们仰望了那根20米高的巨大木柱，看到了那些在没有马的时代依然固执的要在天空中在失重状态下练习射落星辰的勇敢灵魂。每一次跃马扬鞭，每一次在半空中的惊险回眸，都是人类文明为了生存、为了尊严，也是为了美而留下的深刻印记。说得太好了！在结束今天这场深度解析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我们刚才看到，当一个文化失去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马匹时，他们甚至不惜建造出高达20米的巨型离心机，把自己甩向天空，只为了满足身体深处关于骑乘和射击的肌肉记忆。对，为了不遗忘。那么，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在这个安全带和防护措施无处不在的时代，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失去了那些定义了我们这个世纪的科技，比如我们的智能手机、屏幕或者汽车，哇，那会是巨大的冲击。为了满足我们这代人特有的肌肉记忆，我们会发明出什么样荒谬又充满仪式感的装置呢？会不会在几百年后，人们也会造出一台巨大的机器，仅仅是为了模拟我们的手指不断向上滑动屏幕时的那种眩晕与满足感？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哈哈，下次当你坐在游乐园绝对安全的飞椅上时，不妨想象一下，在1000年前，曾有人只靠一根绳索在天空中练习射箭。感谢你的聆听，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欢迎来到多维思辨。如果你去过现代的游乐园，那你一定对那种高空旋转飞椅不陌生。绝对不陌生，游乐园标配嘛，对吧？你坐在那种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上，后视的安全肩带把你死死固定住，随着机械臂的升降，你在半空中体验就那种绝对安全的失重感。但是现在，请你把脑海里的安全带、金属座椅还有防护网全部拆掉。哇，全部拆掉，那可就不是游乐园了。没错，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片广袤的尘土飞扬的中亚大地上，面前只有一根高达20米的巨大原木直插云霄。20米，差不多7层楼那么高了。是的，木柱顶端是一个极负旋转的车轮，而你只能靠一只脚套在绳索末端的绳扣里，随着离心力在几十米的高空被狠狠甩出去。你不仅要在狂风中保持平衡，甚至还要在腾空的那一瞬间松开双手，模拟在马背上拉弓射箭的姿态。在那个高度，你知道没有任何容错率，一阵乱风，或者哪怕是核心肌肉群的一丝松懈，都意味着极其致命的坠落。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古老的维吾尔族运动被直白地命名为塞尔改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空秋圈，对吧？对，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人在极高空无保护飞行时，脸都吓黄了。脸都吓黄了，非常形象。那么刚才描述的这让人手心冒汗的场景，绝不是什么好莱坞特技，而是真实存在于原材料历史档案中的维吾尔族高空极限运动。是的，非常震撼的材料。是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些关于塞尔改底以及恰乌干，也就是古马球的丰富记录时，一个极具张力的核心命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也就是他们现代化的争议。没错。当这些原本用来在残酷自然中搏命，用来进行实战军事训练的粗劣技艺，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逐渐规则化、系统化，甚至演变成今天我们在绿茵场上看到的现代竞技体育或是游乐设施时，这究竟是人类文明一次了不起的跨越，还是对这种文化最原始、最野性内核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剥离和消解？这个问题真的很犀利，我必须要说，这绝对是一个触及文化演变痛点的好问题。那我先来抛砖引玉吧。说实话，每次在材料里看到这些极其危险的原始动作被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现代项目，我都觉得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进化。我的立场很明确，系统化和走向全球是这种智慧结晶走向文明巅峰的标志。巅峰，我倒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妥协。你想想看嘛，把粗犷的生存本能升华为全世界都能理解、都能参与的科学规则，这恰恰是这些传统技艺没有死在历史长河里的原因。就像材料里那个极其迷人的细节，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公元5到7世纪的泥塑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位身着短袍、脚蹬长靴的打马球健儿形象。那个泥塑确实很精美，对吧？但这还不是最震撼的，最震撼的是我们在塔什库尔干发现的古代马球场遗址，它的尺寸长达150米，宽60米，甚至萨尔雷底，也就是高空秋千的高空几何力学设计，与1908年诞生于美国加州的现代飞行塔在原理上有惊人的共鸣，这怎么能不是一种伟大的升华呢？我理解你对这种文明化的推崇，但作为反方，我看这些演变时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深深的惋惜。惋惜什么？他们流传下来了，但他们失去了灵魂，脱离了原生态的危险性与生死攸关的实战背景，这些记忆就像是被拔掉了牙齿的老虎。我认为真正的文化核心只存在于那种危险与未被驯化的原始状态中。拔掉牙齿的老虎，这个评价有点苛刻了吧？一点也不苛刻。你看材料里提到的雕羊运动，那种不设防的激烈碰撞，甚至将无头羊扔进别人院子作为强制挑战的狂野，还有马被射箭中向前怎么射，向后也能怎么射的那种实战致死率，确实非常狂野。对啊，包括没有任何安全带保护的塞尔给底，其本质都是对勇气的极限试炼。将其包装为带有自动旋转座椅和安全带的现代游乐设施，或是西方贵族的温室马球俱乐部，实际上就是抽空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血液。我们先不谈精神血液有没有被抽空，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长出文明的骨骼的。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但让我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洗耳恭听。这就好比先民驯化了野马，你不能说野马被套上缰绳后就失去了灵魂，正是这种驯化将致命的野性变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恰乌干，也就是马球的规则化，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马球初可不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那是打仗用的。但它演变了呀，
你回想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塔什库尔干古代马球场，那个150米的场地，它的两侧是专门加高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防止球滚出去，也方便观众站得更高来观看比赛。没错，这就是机制的转变。两边加高意味着边界的概念，意味着观赛文化的诞生。它不再是部落里几个人在荒野上的野蛮厮杀，有了明确的场地，就必然催生出严格的规则。但规则同时也抹杀了它的实战意义。不，规则让它变成了一种社会契约。材料里甚至提到，它演变出了带有打赌性质的玩法，富人押金银，平民押布品，打破了阶级壁垒。如果没有这种规则化，这种运动怎么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波斯甚至欧洲？证明了规则化赋予了它跨越国界的生命力呀。很抱歉，我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哦，为什么？这明明是传播的成功。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把这种演变成为生命力，但你知道那部著名的11世纪古典文献《福勒智慧》里是怎么定义一个合格的青年的吗？我记得里面列举了3项必备技能。对，里面白纸黑字的写着，或者打马球，或者去狩猎，或者出征打仗。打马球和出征打仗并列了，完全等同。在古代的认知体系里，这根本不是什么供人观赏的竞技体育，这就是实战演习，是关乎生死的军事考核。骑手必须学会在高速冲撞中躲避致命的挥击。可是，让我们看看所谓的文明演变把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现代马球。1859年，英国的茶园主们在印度成立了第一个 Polo Club。茶园主们穿着笔挺的马球服，在修剪的像地毯一样的草坪上打球。这种形式虽然保留了，但那种在广袤中亚大地上作为士兵军事必修课的警觉性呢，力量感呢，早就荡然无存了。这分明是精神的退化。等等，你刚才描述的原始状态，那种随时准备面对死亡的施战感，听起来确实有血性。但我必须提出一个尖锐的追问。你问？我们不能为了保留所谓的勇气而拒绝科学与安全吧？你一直强调危险，让我们回到最极端的那个例子，萨尔盖迪。这项运动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人在上面吓得脸发黄。你是不是认为它必须保留这种危险，才算有灵魂？绝对的。危险不是它的副作用，危险是它的核心。他抗拒保护措施，因为那是对个体直面恐惧的终极试炼。这是一种在历史逆境中不断跌倒又站起的复活精神的具象化。那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但您是否考虑过隐藏在危险表面下的核心机制是什么？萨尔盖迪之所以震撼，根本不是因为他盲目求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极其严密的古代科学创造。你回想一下材料里的物理结构，一根20米高的独立木柱，加上几个人在半空中向外荡开的巨大离心力，为什么这根柱子不会折断？因为古代工匠一代代的经验积累嘛。不仅仅是经验，这是极高水平的几何定律和结构力学。古人在没有现代测绘工具的情况下，准确计算了配重、绳索切角和离心力平衡。这套复杂的物理机制与21世纪德国设计师杰尔改进的现代64人飞行塔在结构原理上如出一辙。原理相似我承认，但就不能证明精神体验的一致性。但正是因为它物理设计上的严密和科学，才让它具备了演变为现代安全游乐设施的普世价值啊！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创造，而不只是一种鲁莽的冒险。加上安全带，让成千上万的人体验飞翔，难道不是对古代科学精神的发扬吗？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你加了安全带，确实让普通人体验了飞翔，但 automation 剥夺了勇气的传承。你不需要战胜恐惧，你只需要坐上去，系好安全带，也就是心理门槛降低了，门槛直接被拆除了。安全带保护了肉体，但抹杀了这项运动传承了几千年的心理淬炼机制。当你确信自己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时候，直面深渊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我理解你对这种温室化的担忧，但如果现代规则真的是传统精神的坟墓，那我们该怎么解释现代竞技体系中那些闪光的真实案例？你是哪个案例？原材料中提到的维吾尔族女骑手帕里达，
他就是系统化体育赛事的受益者。帕里达的共识其实是个很让人心情复杂的例子。外卡的成就是实打实的啊！1993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他在走马项目中拿下了双金牌。1998年甚至打破了亚洲纪录。如果没有现代赛事体系，他的马背天赋可能永远不会被世界看到。只要融入现代赛事，传统就能继续发光发热。发光发热，你如果仔细看那段材料，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遗憾。什么遗憾？帕里达当年是在完全没有任何专业教练指导的情况参赛的。但是连法国教练得知后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这说明他靠的完全是原生态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对马匹的感知力，而不是所谓的现代科学训练。但这不正好证明了原生态能力在现代规则下依然能打吗？可结果呢？后来因为缺乏经济支持，没有资本赞助，加上马匹老化，这位天才骑手不得不逐渐退出了国际马赛的舞台。这就是现代赛场的残酷逻辑。当原生态的传统无法满足资本和机器的效率时，它就会被边缘化。你的意思是，现代赛场并没有真正接纳这种传统？完全没有。所以真正的生命力根本不在国际领奖台上。那在哪里？在买改体，在沙亚，在阿瓦体这些南部地区的乡间。材料里写得很清楚，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只要到了努鲁兹节，当地的老百姓依然会自发地搭起巨大的恰克佩莱克，就是高空秋千。对，没有任何机构去组织，没有赞助商，更没有奖牌。这种自发的不计名利的民间狂欢，这种脸庞发黄却依然无畏腾空的状态，才是传统未死的最强证明。失去危险与敬畏的凝视，再精美的运动也只是一具空壳。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视角。今天的讨论怎么说呢？真的让我对文明演进的机制有了更立体的反思。是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确实啊，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我这边看来，从最初为了生存的实战，到吐鲁番泥塑记录的精美马剖，再到跨越欧亚大陆的传播，维吾尔族传统马背与高空运动的制度化、科学化，依然是人类智慧走向普世文明的绝佳案例。而我这边必须重申，无论形势如何全球化，我们都不能忘记骑在飞扬的尘土与致命的高空中淬炼出的上武内核。没有了对危险的敬畏，传统就会变成一种被消费的奇观。但我想我们至少在一个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生命力。没错，无论是作为现代赛场上的严谨竞技，还是乡野间的极限挑战，这段蕴含在马蹄声与高空呼啸声中的历史，都展现了极具韧性的生命力。这点我完全同意，那些抽离的历史印记其实一直都在。那么关于这些在中亚广袤大地上诞生的古老技艺与现代碰撞的探讨，在我们的原材料中，其实还有更多丰富的历史细节与印记值得深挖。是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原文档，感受一下那种扑面而来的野性与智慧。我们的讨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将最终的思考留给每一位聆听者。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